大家好，歡迎嚟到不左不右呢個頻道，關注中立嘅新聞，盡量傳播真實嘅信息同提供客觀嘅分析。上一集我哋講到咗 Doge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以及佢嘅致命弱點，亦即係侵犯咗我哋嘅隱私。同樣我哋都講到咗佢喺政治上俾川普帶嚟嘅好處，但係呢個組織究竟俾實際控制人馬斯克帶嚟咗乜嘢呢？今集我哋就嚟聚焦喺馬斯克身上。首先，我哋要知道馬斯克佢依然係世界上最有錢嘅人，佢嘅資產呢喺2024年嘅12月份呢達到咗巔峰嘅，嗰陣時呢係大概4864億美元。咁呢係因為呢特斯拉嘅股票喺2024年1月到7月份之間呢有正常嘅浮動啦，大概係200到280美元一股啦。咁喺賓州刺殺案之後，馬斯克正式宣布背書川普，亦都有少少上漲，但係咧都唔係好明顯嘅。咁咧特斯拉嘅股票咧係要等到大選結束之後咧，係從11月4日242美元一路飛漲到12月中嘅480美元，差唔多翻咗一倍嘅。但係咧，自從 Doge 正式成立以嚟咧，特斯拉嘅股價咧從430美元左右咧就一路狂跌嘅。雖然咧有時候都有幾次反彈，但係咧到3月18日咧就已經跌翻到220美元呢個水平啦。更加令馬斯克煩惱嘅就係咧呢幾個月以嚟咧一直有住各種各樣對特斯拉、SpaceX、X 星鏈以及馬斯克本人嘅抗議，甚至係過激嘅行為嘅。全美國多個地方嘅特斯拉經銷商啦、4S 店啦、充電站咧，以及好多車咧都係成為咗目標嘅。咁譬如講咧，麻省嘅一間特斯拉超級充電站咧就俾人縱火嘅。咁咧俄勒岡州嘅一間特斯拉 4S 店咧就俾槍擊嘅，甚至咧有人掟咗燃燒彈入去嘅。咁咧前幾日咧喺埃斯維加斯咧亦都發生咗類似嘅事情㗎，甚至咧仲有抗議者喺特斯拉嘅建築外面咧噴咗話 No Musk 或者 Send Musk to the Mars 咁樣嘅標語㗎。咁咧呢啲事件咧，從川普上任以嚟咧，已經係幾十起噶啦，而且咧好多人咧仲喺度呼籲話抵制特斯拉嘅產品啦。佢哋好多人咧就企喺特斯拉嘅 4S 店外面啦，高舉標語啦，就希望影響消費者唔去購買特斯拉嘅車啦，甚至係拋售股票嘅。咁咧3月16號，美國參議員 Mark Kelly 宣布咧佢要賣咗自己嘅特斯拉嘅車嘅，但係咧佢就買咗一部大馬力嘅油車，係美國出產嘅 Chevrolet Tahoe。咁咧，我哋之前亦都講到啦，川普喺回答記者問題嘅時候咧，佢明確表示咧，馬斯克咧佢只係有建議權咧，但係佢又冇決策權嘅。咁咧，正如我哋喺 Doge 第一集入邊講到啦，馬斯克而家嘅官方身份咧係特別政府僱員，職責咧係總統嘅高級顧問，但係咧馬斯克咧就已經參加過川普嘅內閣會議啦。咁而喺川普嘅國會演講入邊咧，佢第一個咧就提到咗馬斯克啦。咁咧，我哋亦都喺川普嘅國會演講嗰一集啦，有詳細説明嘅。咁冇睇過朋友咧，可以翻嚟睇睇。咁咧，我哋呢一集嘅第一個主題咧，就係改變咧係會帶嚟權力嘅。咁無可否認啦，Doge 絕對係一個顛覆性嘅改變嘅，特別喺美國呢個地方。雖然話削減聯邦嘅開支以及減低聯邦政府嘅人數咧，就唔係川普嘅專利嘅。從里根總統到克林頓總統，到小布殊總統，再到奧巴馬總統，佢哋都提過好多次要減低聯邦開支，要減少政府嘅人員。但係咧就從來冇人好似馬斯克咁計劃，一開始咧就要削減2萬億嘅預算，要裁減咁多嘅員工嘅。咁我哋都好清楚啦，Doge 大量咁應用咗 AI 同埋大數據咧嚟分析信息啦，咁咧效率係極其提高嘅。但係由於佢哋係過於依賴於科技啦，絕大部分嘅員工咧都係非常之後生嘅。咁咧之前咧俾人爆出嚟幾個員工啦，大概6個啦，入邊年紀最細嘅咧都唔夠20歲。咁啊，可想而知啦，佢哋肯定冇任何政府工作嘅經驗，甚至冇任何喺正式私營企業工作嘅經驗啦。佢哋有嘅咧，即係佢哋嘅頭腦啦。咁咧，佢哋咧係冇辦法做到任何有效嘅 cross check 嘅。相當多嘅時候咧，
都無法合理評估政府部門啦以及政府人員嘅作用嘅。咁你如果問下佢哋，佢哋究竟明唔明白 USAID 有咩具體嘅作用呢？我相信呢啲人咧冇辦法係做到好全面認真嘅分析嘅。咁咧馬斯克佢作為最高負責人啦，佢個邏輯咧就係好似運營特斯拉同埋 SpaceX 仲有 X 嘅方法咧，自然咧就有唔適合政府運作嘅方面啦。咁啊，正如我哋上一集所講啦，政府內部咧係樹大根深嘅，佢哋相互連結喺一齊，咁咧就成為咗所謂嘅深層政府啦。咁我哋諗一諗，樹嘅最大特點係乜嘢呢？就係從樹根到樹幹，再會連接到樹枝，連到小嘅樹枝，然後最後先到葉，呢個結構先就穩定啦。咁咧同政府係一樣嘅，每一個個人咧都有相對應嘅權力結構。咁譬如講我係一塊葉，咁咧我就要對嗰個細嘅樹枝嚟負責，然後再逐層上報，咁樣嘅權力分佈咧係穩定嘅。但係作為樹根嘅川普，咁咧佢就話啊，我哋呢棵樹咧就生得有問題啦，所以我要做啲嘢。咁咧佢就揾咗個伐木工，就係 Doge。咁咧 Doge 嘅本意咧就係為咗呢一棵樹咧可以健康生長，可以長命啲，所以咧佢要先將嗰啲唔好嘅嗰啲葉啊或者樹枝啊，要全部斬晒佢嘅。但係好明顯啦，呢啲咁嘅一斬咧就會帶嚟好大嘅影響啦。就客觀上咧就俾 Doge 帶嚟咗巨大嘅權力啦。但係我哋喺 Doge 第一集入邊亦都講過啦，聯邦政府咧至少都有225萬人，咁咧佢哋身後咧就有225萬個家庭啦。咁咧計起嚟咧就起碼有成600萬人，可能都算少啦，會受到直接嘅影響嘅。咁咧受到間接影響咧更加係不計其數嘅。所以咧 Doge 嘅裁員咧得罪咗好多人，但係同樣咧亦都俾佢哋帶嚟咗好大嘅權力啦。咁而家咧，我哋繼續嚟睇一睇 Doge 同馬斯克咧係點樣去攞得更多嘅權力嘅。咁咧，我哋 Doge 第一集就已經講過啦，佢咧唔係聯邦政府嘅內閣，佢係從 USDS 換皮而嚟嘅。咁咧，亦都俾佢帶嚟咗優勢啦。喺政府外部咧，佢係提供意見同埋指導，但係咧就唔需要喺行政上面接受各種部門嘅掣肘以及制衡嘅。咁咧，我重新再去睇咗一下川普嘅行政令啦。後嚟我再發現咗一個重要嘅點嘅，佢就係話呢個系統應該包括一種機制，供 Doge 嘅機構負責人暫停以及快速審查任何未喺技術系統中提交簡要書面理由嘅付款。咁咧呢個咧就係 Doge 可以多次審查唔同嘅款項以及暫停一部分資金去向嘅權力來源啦。咁咧呢個權力咧相對咧係得到好多人認可嘅。咁咧，亦都係大部分人咧一開始認為 Doge 同埋馬斯克主要會做嘅事咧，就係揾到浪費、欺詐同埋貪污嘅。咁咧，我哋可以睇到啦，呢個權力咧確實好大，但係咧佢只不過係講喺錢呢方面。咁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啦，Doge 嘅實際操作咧，佢擁有嘅權力咧係遠遠超過呢度所講嘅。佢哋咧可以睇到好多人嘅隱私啦，可以直接通知咧 USAID 嘅人咧。佢哋俾炒咗魷魚啦，咁咧佢哋甚至可以直接要求將消費者金融保護局 CFPB 啦，直接要關門嘅。所以咧，馬斯克同埋 Doge 嘅行為咧，俾好多人廣泛認為咧係權力僭越嘅。咁要分析佢呢個權力嘅來源咧，我哋就要再嚟睇一睇馬斯克呢個人。咁首先馬斯克佢本人咧，如果你問佢嘅話，佢最大嘅理想係乜嘢咧？佢嘅理想都係喺科技上面嘅，譬如講話將人送上火星啊。開發人腦同埋機器之間嘅連接啊，開發最快嘅陸地交通工具啊 ，Hyperloop 啊呢啲咁嘅嘢。但係佢作為世界上最有錢嘅人，佢已經係唔需要任何金錢上嘅刺激啦。咁更加唔好話佢本身咧都唔係一個好在乎金錢嘅人。佢個人嘅生活咧，佢選擇嘅咧就係同好多唔同嘅女人啦，生好多嘅細路。咁咧佢又好享受而家咁樣嘅個人生活方式啦。咁佢喺個人價值上面咧，仲需要乜嘢咧？咁咧佢就只係得權力啦。但係咧，馬斯克佢又唔似川普，佢係冇政治上嘅野心嘅。佢咧亦都唔想話競選公職，所以咧對佢嚟講咧，佢攞到權力最好嘅方式咧，就喺政府外部遊離，但係咧又攞到巨大嘅自由度嘅。咁咧無論你對馬斯克佢本人啦睇法係點樣咧，
佢馬斯克自己咧係有一啲優秀嘅品質嘅，譬如咧佢話用特斯拉、SpaceX 同埋星鏈啦，幫助咗好多人，包括咧喺北卡州受到颶風同埋洪水侵襲嘅災民啦，洛杉磯受到大火燒毀房屋無家可歸嘅人民啦，以及烏克蘭軍隊至少喺前期係咁啦。咁咧而川普嘅行政令啦，亦都明確講到咧，至少而家咧 Doge 嘅壽命咧只係到2026年啦。所以話咧，馬斯克一開始咧確實係有挽救美國嘅財政狀況嘅心機啦。咁咧結合埋佢想為川普嘅競選之前咧出一分力啦，所以佢先會設立 Doge 嘅。咁咧至少咧佢一開始嘅諗法係咁樣，但係馬斯克同埋 Doge 喺聯邦政府內部嘅發現，我認為咧已經係超出咗佢自己，甚至係川普自己嘅預計嘅。咁咧佢自己亦都喺幾個唔同嘅採訪入邊咧證明咗呢一點嘅。喺 AI 嘅幫助下面咧，馬斯克同埋佢嘅團隊咧，幾乎喺每個部門咧都揾到咗大量嘅浪費、貪污同埋欺詐嘅。但係更重要嘅係咧，佢哋發現佢每前進一步，無論做乜嘢咧，都會巨大嘅阻力嘅。咁咧，正如我哋上一集講到啦，Doge 咧只能用唯快不破呢個方法咧嚟打亂對方嘅防守。但係如果佢嘅權力只係得話審計支出嘅話，就算咁樣可以阻止一部分支出，仲係俾咗呢啲部門好多時間嚟準備，可以銷毀證據啊，可以轉移文件啊，諸如此類嘅嘢。所以咧，理性咁講咧，Doge嘅權力咧只能係大幅加強，先可以話制衡到。從細節上面嚟講咧，佢哋攞到咗可以瀏覽各種數據嘅最高權限，可以睇到差唔多任何一個部門嘅嘢。咁從政治上面講咧，川普一開始咧佢就係事務纏身嘅，佢根本都唔得閒。而且另外一個關鍵就係喺2月份嘅時候咧，大部分川普內閣嘅成員咧仲未係通過參議院嘅認證嘅，佢哋就算想幫咧都係無能為力嘅喎。所以咧，川普主動同埋被動咁樣俾咗馬斯克更多嘅權力嘅。佢喺2月10號咧簽咗第2份行政令，明確要求咧各個聯邦機構同 Doge 合作，制定計劃咧以大幅裁減聯邦嘅勞動力，並且咧要凍結招聘嘅，仲係要實施嚴格嘅招聘限制。除此之外咧，川普好有可能默許馬斯克做咗好多佢自己唔知情嘅嘢，例如講話馬斯克2月底咧直接要求所有聯邦僱員咧都要覆佢嘅郵件，講明佢上個禮拜做咗嗰5件事。但係有好多川普嘅內閣成員咧，包括國防部同埋 CIA 咧，都話佢敏感人員係唔需要咁樣做嘅。咁咧亦即係話馬斯克嘅決定咧，其實並冇同川普係好好商量嘅。綜上所述啦，馬斯克可以攞到而家嘅權力咧，係基於幾個方面嘅。第一個，馬斯克佢本人咧，確實係有一部分善良嘅心咧，嚟俾美國唔好破產，所以咧佢先會提出去建立 Doge。第二就係川普咧，佢一貫咧都係中意論功行賞嘅。佢話既然 Doge 係馬斯克佢自己嘅主意，咁咧佢喺競選上面咧亦都有好大嘅功勞，咁咧 Doge 就應該由馬斯克嚟做，而且係冇俾佢任何制衡嘅。第三，亦都係形勢所逼，Doge 嘅權力咧喺2月份內閣空置嘅時候咧，必須要大幅加強，否則嘅話就連最基本嘅減少支出咧都好難做到嘅。更加唔好話佢要應對一堆嘅法律戰啦。咁咧，我哋就要諗下啦。馬斯克喺呢一次嘅 Doge 運動中，究竟佢得失係乜嘢呢？首先係得啦，毫無疑問，馬斯克佢最大嘅得到咧，就係佢廣泛嘅權力。雖然佢一毫子唔收，但係美國嘅前國務卿基辛格嘅名言就係：權力係最好嘅春藥。古今中外有幾多人想稱王稱霸，幾多人想挑起戰爭，為咗乜嘢呢？就係為咗權力。馬斯克而家嘅權力不可謂不大，而從佢喺呢幾個月 Doge 嘅掌控嘅情況嚟睇咧，佢自己咧顯然係好享受呢一個最好嘅春藥嘅。佢咧敢直接喺 X 上面咧叫波蘭嘅外長叫 Small Man， 咁咧亦都可以證明咧佢而家咧確實有啲飄飄然嘅。咁咧同樣咧，馬斯克喺政府監管上面咧係吃咗唔少虧嘅。咁而家有 Doge 啦。咁咧，就算係有意無意、有心冇心都好啦，呢啲監管咧一定會大幅減少，而且咧極有可能咧就會攞到政府更多嘅偏好啦。
譬如講話訂購更多嘅特斯拉作為政府工作車輛啦，或者用 SpaceX 啦嚟發射更多嘅火箭啦。咁咧呢啲對於特斯拉啊、SpaceX 啊、星鏈啊、X 啊，幾乎馬斯克嘅所有企業咧都係利好㗎。好咁咧，馬斯克咧確實係得到咗好多嘢嘅，但係佢失去嘅同樣係唔少嘅。第一，亦都係最重要嘅，馬斯克嘅名聲咧係受到咗好大嘅影響嘅。喺 Doge 之前，佢喺 X 上面有2億嘅 fans，佢係世界嘅意見領袖，佢係真實嘅鋼鐵俠，佢係人見人愛嘅馬斯克。但係而家全世界可能有一半人都好憎佢，咁咧同佢正式參與政治之前咧，真係天差地別嘅。咁咧呢個咧唔單止咧同 Doge 有關啦，亦都喺佢喺烏克蘭問題上面嘅取向有關啦。你可以話佢3月18號啱啱用 SpaceX 嘅火箭咧救咗2個俾人困喺國際空間站9個月嘅太空人翻嚟。但係就算佢救咗100人又好，就算佢真係幾年後登陸火星都好，佢嘅名聲都冇辦法挽回啦。佢嘅口碑咧已經係大大咁損壞啦。因為佢嘅個人形象同埋口碑咧，亦都係佢旗下企業高價值嘅重要來源啦。咁咧呢個亦都係第二點，就係損壞佢嘅資產啦。我哋可以話左派有啲人咧，確實係非常之虛偽嘅。譬如講咧，我哋一開始講到嘅參議員 Mark Kelly 啦，佢一開始咧買特斯拉咧係為咗環保嘅。咁咧而家特斯拉嘅車咧依然係環保嘅，只不過係因為馬斯克嘅本人嘅政治傾向咧，佢就要賣咗佢。而且咧，佢最後買咗部油車嘅。但係我哋不可否認嘅事實就係咧，特斯拉嘅大部分嘅客戶咧都係偏左派為主嘅，佢哋關注全球變暖，咁咧亦都係佢哋中意特斯拉嘅最重要原因啦。咁咧，如果馬斯克而家諗住咧，佢就想 X 咁樣咧偏向右派啦，將右派客戶群體拉過嚟啦，以彌補損失啦，咁咧係冇咁簡單嘅，因為右派嘅人咧，佢哋係更加中意肌肉車同埋油車嘅，呢啲咁嘅事咧係唔會因為佢嘅政治傾向咧而有好大改變嘅。所以咧，馬斯克嘅行為咧已經係大幅減少咗佢嘅客戶群體啦。第三，人嘅精力咧唔係無限嘅，馬斯克已經係身兼多職，而家咧佢仲要大部分嘅精力咧都放喺 Doge 上面啦。咁咧佢作為特斯拉同埋 SpaceX 嘅 Chief Engineer 咧，佢自然咧就冇咁多時間啊花喺佢上面啦。咁啦，SpaceX 咧2025年以嚟嘅2次星艦咧發射失敗啦，亦都可以側面睇出嚟呢個問題啦。咁咧呢啲咁嘅挫折咧，對於佢最大嘅理想咧，喺2030年之前登陸火星咧，係一個唔少嘅損害嘅。咁啦，總而言之啦，對於馬斯克嚟講咧，佢而家係大權在手啦。雖然咧佢已經失去咗口碑同埋股價，咁咧似乎咧佢已經係冇退路啦，打算一條路行到篤。But there's no turning back, you're saying? I'm just here trying to make government more efficient. 咁迎接馬斯克同埋 Doge 嘅終局究竟係點樣呢？咁咧馬斯克究竟捨唔捨得喺2026年放棄咁大嘅權力呢？我哋就喺 Doge 全解讀系列嘅下一集，亦都係最後一集嚟回答呢個問題啦。咁唔想錯過咁精彩關於 Doge 嘅內容，咁咧就記得點讚、關注、鎖定不左不右啦。